歡迎大家收睇2026年6月13號星期六兩場澳洲同埋11場沙田賽事嘅財物貼士。嚟到澳洲英元馬場頭場轉播賽事嘅開跑時間係香港時間下午1:57。賽事編號 S1 嘅第一場，即係當地嘅第8場國際一級賽史德布克讓賽，草地14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馬匹參賽，總獎金300萬澳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7號綠蔭莊園、18號預想切、6號花之樂同埋16號火辣雲酒。賽事編號 S1 嘅第2場，香港賽馬會全球會合賽事昆士蘭2200錦標兩級賽，草地22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馬匹參賽，總獎金120萬澳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一般淑利、10號振連嬌企、11號妖嬈微滑同埋2號攻守有道。嚟到沙田馬場頭場賽事嘅開跑時間係下午4點鐘。今日嘅停賽騎師係艾少禮、黃之雲、莫雷拉。今日嘅停賽復出騎師係布文。今日嘅第5號馬 T 將會有30萬嘅多寶獎金，預及嘅賽500萬。第一場賽事新馬賽，草地1000米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6號星球勇士、4號瑞行星、7號兩子猴王同埋2號龍騰盛世。第2場賽事5班，草地1200米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4號果然僥倖、6號新強福盈、7號敏武全能同埋1號海王。第3場賽事係今日嘅第一口3寶嘅頭番，4班，草地1400米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9號馬上贏、1號閃光燈、5號龍之月同埋2號佛亮老窩。第4場賽事4班，草地1800米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6號超開心、2號安可、9號盈妙星同埋3號年年有福。今日嘅3T 將於第5、第6、第7場冇多寶獎金，預計係賽200萬。第5場賽事4班，泥地1200米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顯勝高升、2號維尼非凡、7號文明戰士同埋9號
中環大興。今日嘅六華彩將要第6次第11場，六寶獎嘅多寶獎金係100萬，預計比賽600萬。第6場賽事4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1號華麗再贏、7號北極之標、1號百勝威龍同埋12號步步合拍。第7場賽事4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巴閉精、6號尼高八斗、1號古浪好友同埋2號君子。第8場賽事2班草地16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爆裝復星、6號晒冷、5號勁沙塵同埋2號太陽勇士。第9場賽事係今日嘅第2口3寶嘅頭關，3班泥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熾烈神驅、1號樂勝天下、4號標致極光同埋8號勁先生。第10場賽事3班草地16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安道、1號遙遙領先、9號量子力奇同埋11號名揚四海。今日嘅每場賽事嘅預計開跑時間係晚上9點15分。第11場賽事3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2號櫻花酒杯、3號綠野飛馳、2號天勝同埋14號標致浩瀚。